喲，我哋繼續介紹得意嘅雀仔啊！今集我要介紹呢隻叻塔塔，咁啊應該一睇就知道係咩雀仔啦，嗬？佢嘅英文名係叻塔塔，咁啊中文翻譯暫時譯做力塔塔啦。咁啊呢隻又蠢又笨嘅肥雀咧，應該係周圍都有，隨處可見噶啦。咁我哋睇下佢嘅介紹先啦噃。首先性別係男性，好力塔塔先生。咁然後下一項性格啦，我初始望落個漢字就係餓掉子者，有啲似粗口啊。咁啊，餓掉子者即係咩咧？即係好容易跟隨人啊，好隨和，容易附和他人，容易同人打成一片。人哋講乜佢都冇乜所謂，好容易附和他人哋嘅意見或者係行動嘅一種性格嚟嘅。人哋講乜都冇乜所謂啊，類似咁啦。然後生日日期係8月10號，係獅子仔嚟嘅。然後演奏嘅樂器係馬拉卡斯，馬拉卡斯即係呢個沙錘。咁啊，跟住呢個就係佢嘅個人卡片啦。我哋睇下佢嘅小秘密啦噃。咁啊唔好彩啦，阿力塔塔先生3個秘密都係超級難嘅。咁啊，盡量仔細為大家講解下啦。首先秘密1。誰にも真似できない高速シェイクが持ち味な新気鋭のマラカス奏者。咁啊，誰即係任何人啦，哪位啦，誰啦嚇。然後呢就係愛嚟表示嗰個比較或者參照嘅對象，即係對佢嚟講 OK， 對佢嚟講唔 OK， 即係參照呢個人對佢嚟講 OK 嚇。然後個摩加埋一齊就係表示對參照前面任何人，參照前面所有人都否定嘅意思。咁所以誰にも炒埋一碟，其實就係表示對任何人，包括晒所有人，對任何人都不嘟嘟嘅意思。咁啊睇後面啦噃，真似できない，咁佢係來自真似します，轉做可能型就係真似できます。然後再將真似できます變做否定型先，就係真似できません。再將真似できません變做普通型，就係真似できない。咁陣間再講點解係要用普通型啊？我哋處理咗可能型嘅否定先。首先真似します即係詞根啦嚇，就係模仿、仿效、扮佢咁嘅意思，扮佢。然後真似できます可能型就係表示有能力咁樣做，做得到，即係模仿得到、扮得到。跟住真似できません否定型就係扮唔到啦，做唔到，冇呢個能力扮佢。好，咁最關鍵就係點解係普通型啊？因為你一定要將個動詞變成普通型，先可以形容後面嘅名詞嘅。後面嘅名詞係高速シェイク。咁呢個高速シェイク係咩咧？就係搖沙錘嗰個高速搖動，嗰個高速搖擺。咁所以呢度誰にも真似できない高速シェイク就要一齊睇啦。前面嗰個誰にも真似できない呢個係一個形容詞嚟噶，因為佢我哋形容後面嗰個高速シェイク啊嘛。咁即係話對任何人嚟講都模仿唔到嘅高速シェイク，高速搖動、高速搖擺。咁我直接譯做冇人能夠模仿到嘅高速搖擺啊。然後呢個冇人模仿到嘅高速搖擺點咧？加就係表示呢一個咁嘅高速搖擺，呢一個咁嘅高速 shake 唔係主角，佢唔係焦點，佢唔係我要介紹嘅嘢，佢係屬於主角嘅一部分細節。然後持ち味啦，咁啊持ち味就係表示係佢嘅一啲獨有嘅韻味啊、優點啊、長處啊、吸引項啊、引人注目嘅地方啊咁樣啦。咁個那就係因為佢係形容後面嘅名詞，所以你要加翻個那落去啦。然後新気鋭，咁呢個我懷疑佢係打錯字嘅，應該漏咗個進啦。新気鋭應該漏咗個進字，但係唔緊要，我哋冇咗個字都理解到嘅。
咁新規咧即係咩咧？即係話喺某個行業啊、領域啊、界別入面啊，佢嶄露頭角，佢氣勢磅礴，備受關注、備受寵愛嘅一個超新星、新人、新角色。咁我就直接譯做新晉有為啊，超新星啦，一顆明亮嘅新星啦，即係咁啦。然後ノー的咯，然後馬拉克斯奏者就係沙錘演奏家。咁我哋睇晒拆晒之後，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句咧？首先揾咗主角先，因為而家係介紹緊力他他先生啊嘛，所以主角係佢。佢點咧？佢係一個新晉有為嘅沙錘演奏家。然後點樣形容呢個新晉有為嘅沙錘演奏家？就係前面嗰一抽嘢啦。誰にも真似できない高速シェイクが持ち味な。咁呢個誰にも真似できない高速シェイク就係冇人模仿到嘅高速搖擺。然後が持ち味な就係佢獨有韻味嘅，佢獨有魅力嘅。咁所以加埋就係佢係一位乜乜乜乜乜乜乜嘟嘟嘟嘟嘟嘟嘟嘅新晉有為嘅沙錘演奏家。咁你就再加埋頭先我所講嘅形容詞啦噃，我會咁譯啦。佢係一位以冇人可以模仿到嘅高速搖擺作為佢最大賣點嘅超新星沙錘演奏家啦。即係話佢係一位沙錘演奏家，佢有咩賣點啊？佢有個賣點就係冇人可以模仿到嘅超高速搖擺啦。好，然後秘密に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い不思議な雰囲気の鳥。咁啊，何即係什麼咯？お就係表示何係後面考えている嘅賓語，然後考えている就係諗緊、考慮緊。のか就係將呢個問題資訊化。咁我哋睇下原本唔係資訊化之前係乜家伙咯？即係話單獨出現嘅話，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即係喂，你諗緊咩啊？我咪問緊你問題咯，你喺度諗緊咩啊？我真係問緊你㗎，你要答我㗎。咁而家佢唔係喎，佢而家係唔係擺句子尾喎？佢唔係單獨出現嘅喎，佢後面跟一個動詞嘅喎。咁呢一個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就變成一個資訊㗎啦，係わからない嘅資訊㗎啦，即係唔知佢到底諗緊乜嘢。由原本問你喂諗緊咩，到而家我唔知佢諗緊咩啊。咁呢個諗緊咩啊，就變咗係一個資訊㗎啦。咁跟住啦，よく就係仔細啦，清清楚楚地、明明白白地啦。呢個係個副詞嚟嘅。わからない就係唔明白、唔理解、唔清楚。咁所以呢個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い，佢係愛嚟形容後面屎忽嗰個陀利嘅。咁我哋一陣間再睇到。然後不思議な雰囲気の不思議な即係不可思議嘅，令人想不透嘅。然後雰囲気就係氣氛啊、氣場啊、散發出嚟嘅氛圍啊。然後の就係形容後面嗰隻鳥，跟住鳥即係小鳥雀仔。所以呢度佢係用咗兩組字或者兩個小句嚟到形容雀仔嘅。佢第一個小句就係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い。唔太清楚佢究竟喺度諗緊乜鬼嘢。而第二組就係不思議な雰囲気の，散發住難以言明嘅氣場嘅，散發住難以令人理解嘅不可思議氣場嘅咁。咁所以我哋開始拆咯。我哋揾主角先，主角依然都係力他他先生，所以主角係佢。咁佢係咩咧？後面嗰個鳥啊，佢係一隻小鳥，佢係一隻小鳥。咁然後你就可以將嗰兩組字加喺個小鳥前面啦。咁即係話佢係一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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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小鳥啦。咁而家加啦喎，佢係一隻其他人都唔知佢諗緊乜嘢嘅
成日都散發住難以解釋、難以說明嘅氣場嘅小鳥啦。咁所以我最後就會咁樣譯咯。佢係一隻令人難以捉摸、硬係散發住令人猜唔透嘅氣場嘅小鳥。秘密3、ノリを大事にするタイプで、楽しくなるとついテンポが速くなってしまう。ノリ呢個係一個名詞嚟嘅，係一種配合其他人、迎合其他人話題、配合其他人演出，即係食住個話題嘅嗰個一種名詞，即係你可以理解為配搭咯，順應咯，類似咁啦。然後O就係表示ノリ係後面大事にする嘅賓語啦。咁大事にする好簡單啫，就係好重視，視之為最重要，佢好珍惜嗰樣嘢咁嘅意思。所以呢個ノリを大事にする就係好重視配合其他人演出，好重視迎合其他人嘅意思啦。咁我就咁譯做好重視配合迎合其他人啦。type 啫，咁佢係 type 嘅體型。type 好簡單啫，英文嚟啫嘛。type 即係類型或者呢類人。體型有咩用啊？就係表示前面嘅呢種情況，佢嘅呢種情況處境導致引致後面嘅結果啦。咁即係話佢力他他先生，佢係一個好重視配合迎合其他人類型嘅人嚟嘅，咁就導致，咁就令到後面咯。楽しくなる就係變得愉快起嚟、興奮起嚟、投入起嚟。錯就係的話啦，咁樣嘅話，佢變得興奮起嚟嘅話，佢變得投入起嚟嘅話，咁會點呢？つい就係表示嗰個係一個不自覺嘅、無意志嘅，佢唔係刻意咁做，但係就無意中做咗咁嘅意思。tempo 即係 tempo 係個節奏啦、節拍啦，然後加一樣啦，表示佢個呢個節拍唔係個主角，而係力他他先生會陷於呢種狀態嘅一部分細節，佢會處於呢種狀態，就係個節奏會點呢？我唔係想介紹個節奏啊，佢唔係主角。速くなってしまう咁係來自速い變成速く再加なります。咁速くなります變成體型再加しまう。咁我哋由詞根入手咯。速い即係快啦，速くなる變得快啦，然後體型再加しまう表示呢個唔係佢嘅預期嚟嘅，唔係佢計劃好嘅，係總之係有啲嘢佢唔係期望發生嘅，但係就無意中發生咗。所以呢個楽しくなるとついテンポが速くなってしまう就係表示佢一旦變得興奮，一旦變得投入起來嘅話，後面就會點啊？唔覺意不自覺地發生咩事呢？就係佢搖擺沙錘嘅節奏就會不其然咁樣變得急速起嚟噶啦，即係佢一嗨起上嚟就會超快速，更加快咁樣搖動佢嘅沙錘啦。咁所以我會咁譯咯，同樣都係主角係佢，佢係一個好重視配合迎合其他人類型嘅人，咁就會導致到佢一旦忘我興奮起嚟嘅話，佢搖動沙錘嘅節奏就會不其然咁樣變得急速起嚟啦。好，咁最後我哋公佈個答案啦。力他他先生係一隻カワラバット。河原鳩，乜鬼嘢河原鳩啊？我哋都係叫開小肥鴿嘅啫喎，小肥鴿啦，總之就係小肥鴿係咪超級得意咧？咁希望大家鍾意小肥鴿力他他先生同埋呢個馬拉卡斯沙錘啦，我哋下次見。